究竟我同導盲犬小薯點樣喺 Rotterdam 搭 tram 呢？打開文字識別。OK， 呢個位 Rotterdam Central 係啱嘅，確認去咗正確嘅月台。根據 Google Maps 啦，我哋搭135都得嘅。喺地圖度確認我哋搭邊條路線。3個站就到嘅啫。打開 Gemini， 班車係幾多號車？個站牌顯示最快嗰班車係係 Rotterdam Central， 仲有5分鐘就到。好啦，跟住就要開定呢個文字識別。當聽到準備有車駛入月台，將相機鏡頭對準車身，識別上面嘅字。Rotterdam Central。行埋車門旁邊，準備上車，準備好拍卡，然之後聽到嘟一聲，揾位坐，聽清楚車廂廣播，落車嘅時候再拍一拍卡。落車啦 Good job。Goodbye， 我哋落車啦。North 啊！落車之後，打開地圖，確認建築物嘅位置，再開指南針，確認個方向。應該係大約呢個位度。確認多一次。再用 Gemini 確認一下。幫我睇下前面係咩嚟㗎？前面係鹿特丹中央車站。OK。